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嘉新聞，我是蔡小君。全台各地有許多藝文展覽、交通新知與在地的美食焦點，趕快透過鏡頭帶您一睹為快。先帶您來看2026台灣設計展在桃園，主視覺與 IP From Momo 正式亮相，以桃園流為主題，展現交通與文化匯流，帶領桃園接軌世界。2026台灣設計展在桃園即將在9月24號到10月11號，分別在青埔跟中壢規劃2大主展區，以桃園流、桃園 in flow， 透過交通流動、產業流通、文化匯流，進而接軌世界為策展主題，並在29號下午正式公開主視覺跟主題 IP Flow Momo， 邀請全國民眾9月到桃園感受桃園創造力跟設計能量，用桃園流。桃園 in flow 來代表說，桃園是一個非常動態變化的一個城市，同時有這個河川，有埤塘，有文化，還有這個科技，還有這個很多層面的匯流，所以桃園 in flow 代表的是桃園是一個積極往前邁進的一個城市，同時在邁進的過程裡面不會忽略我們在這個進展裡面注入越來越多的美感。這次的主視覺跟 IP 由李明道跟李怡軒2位跨世代設計師共同操刀。IP 角色 Flow Momo 是以水蜜桃為意象的創意精靈，將在展期間穿梭在城市的各個角落。Flow Momo 就是誕生在桃園國際機場的南跑道，就是飛機降落的時候。那個 Flow Momo 呢，也會就是在這裡落地生根了。那最特別的就是它身上裝了一個起落架。那他們呢，就是充滿了活力，就是隨時待命，在桃園的上空啊，自由的 flowing freely， 就是自由的流動飛翔。那帶着創意呢，就是要到桃園的各地去。Flow Momo 呢，它從今天開始就會陸續跟大家見面，在展覽的宣傳，在展覽，在一些官方的商品或者是響應商品，它都會陸續的出來。主視覺是以流動軌跡為核心設計，結合流動、匯流、流通、潮流，交織成一套有機的流線符號系統。色彩還運用了科技藍跟創意粉，展現未來感跟充滿生命力的碰撞。桃園它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城市，每天我們都在移動，但是我們很少靜下來去看看這座城市它怎麼脈動的。其實，在桃園裡面，它有非常多流動的可能性，還有故事在裡面。人流、物流，還有剛剛我們這個水文的流動，還有多元文化的這個匯流，以及最後我們把這些能量匯聚起來之後，我們就變成一個屬於桃園的這個潮流。好，然後從這個潮流呢，我們再經由這個我們的航線帶往這個世界，接軌世界的通道。那這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主視覺的概念，其實就是4個很重要關鍵字：流動、流通、匯流，還有潮流。這個就是屬於桃園的流的可能性。2026台灣設計展以青埔中壢雙主展區呈現，並串聯5大衛星展區以及16個主題展覽，有超過100組設計團隊共同參與，展現桃園豐沛的創意能量跟城市魅力，邀請民眾一起走進桃園，看見設計如何融入生活，感受城市在流動中持續創新跟成長的無限可能。記者賴偉一特報道。再帶你來看位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的基隆圖書館總館，7月2號起試營運，全新的閱讀空間與特色亮點，帶您實地去看看。畫面上就是位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的基隆圖書館總館，將在7月2號起試營運。2樓入口處進來，明亮的閱讀空間有樂齡區跟兒童室。那樂齡閱讀區除了樂齡的書之外，它有報紙，然後還有期刊。那就是希望說老人家他可能比較需要的資料在這邊，他就不用再爬那麼遠上去。當然，如果他有要看其他一般書，還是可以上去。那第2個最大變化就是我們把樓梯打掉，然後改變樓梯的位置。那改变樓梯的位置，我们還新增了一個新的小電梯。那這個電梯是只否圖書館用的，所以它就是2到3樓之間。那這樣子，其實如果真的有一些可能身體不是很方便，就是需要電梯的民眾也可以使用，就是有無障礙的需求的。那兒童室的話，我們其實跟過去一樣，它是有一個獨立自己的隔間，但是以前的兒童室它沒有像現在這樣子這麼通透，我們是把它全部都用玻璃隔間
圍起來。哦，就是那一間。对，没錯。有些家長其實是想要跟兒童可以共讀，對，但是卡在說有的時候如果你沒有任何隔間的話，它跟一般民眾之間會有很大的互相干擾，所以我們把它全部圍起來，就是在這個裡面，當然他還是希望盡量維持輕聲細語，但是至少有一點點共讀的聲音是可以被容許的。當初建築師設計的時候，他就是用這個兒童室它做的比較花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天花板，然後書架，還有這個包含我們書架上面有做那個魚的形狀，然後它還在很多地方有挖這種凹陷進去的空間，其實就是讓小朋友可以躲在裡面看書。哦，哇，這個就是魚，這個要脫鞋嗎？也不用，我們是到裡面這個區域才需要脫鞋。這邊要脫鞋。对，那我們設定只有2個，我們去脫一下好了。我們脫一下，坐在那邊可以拍一下那個魚。就是這邊可以讓小朋友坐的。對，然後那個小動物也都是可以坐的，小朋友是坐在上面。对。然後你刚剛說魚的造型就類似這個，它就是做特別有這種魚的造型。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是設定成說故事的空間，所以就是未來如果故事媽媽坐在這邊說故事，那小朋友可以全部都坐在裡面，因為脫鞋嘛，所以他可以坐在地上，然後或者是坐在邊邊這樣聽前面的老師講故事。哇，很適合。對，在兒童室旁邊，文觀局也首度跟閱讀品牌時報出版合作設置專區，有最新出版的書籍。另一區還規劃可以吃輕食、喝咖啡的區域，滿足讀者的需求。它分2區啊，裡面這一區的話，就是它其實挑的還是圖書館的館藏，所以這邊就是以圖書館的館藏，但是是他幫我們挑的，然後他提供書，所以這個書都是新的，都是全新的。对，尋寶記啊，他有挑都是比較暢銷然後受歡迎的書，也像是那種小朋友很像躲在城堡裡面的感覺，所以他們會這樣可以跟外面的小朋友互動。這樣真的很有趣。那我們這個戶外好像一個半戶外的空間，聽說將來也會有一些運用。因為這邊的空間其實就是跟時報這邊它本部其實是相連的。所以原則上這邊他們會設置戶外的用餐的桌椅，那這個桌椅的部分上次市場來看過之後也覺得說，因為這裡其實蠻舒適的，然後可以馬上看到我們的港景，對，所以這邊他們也會再加一組桌椅，就是說到時候先觀望一下民眾使用的反應，然後如果反應很好的話，他們也說還會再去增加。那原則上就是希望說，因為這邊他們有人可以維管嘛，比起就是圖書館裡面的陽台來說，相对來說比較安全，那所以他們會做控管，然後也希望民眾來這邊可以點個餐點，然後坐在這邊可以享受一下。對。然後在時報裡面有個特色，就是他們所有的書其實都是你可以拿到你位置上看的，所以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你就點一杯餐飲，然後可以拿他們的書然後來看，喜歡那本書也可以買回去這樣子。往上走，來到3樓的空間，這裡規劃了青少年閱讀區、討論室，還有學子、考生們相當關注的自習室。想放鬆一下，還有舒適的多媒體區。多媒體區我們其實分2個區域規劃，一個就是個人的話，我們其實是用電腦，所以它其實是多功能的。就是你如果不是要看影片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拿來做資料上網查找，這些都是可以用的。然後雙人的部分，我們就設成這樣子，像包廂一樣的區域。那個地方的話，就是專門拿來看影片的。對，那影片的話，是因為我們就是其實都有典藏公播版的影片，因為其實著作權法它就是只有公播版可以在公共場合看，所以在這邊的話就可以借我們公播版的影片，然後借好之後就可以選一個位置，然後在這邊看。那這邊的所有座位登記也都是用自助式管理，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不太會有占位的問題。就你有需要的話，你需要先登記借好，然後你去感應那個雙人的部分啊，感應那個卡，它才會有通電，你才能看影片。所以不然的話，你沒有登記的話是不能使用的。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其實今年有特別去做青少年專區。那青少年專區的話，它就是以前其實我們在圖書館裡面比較少去顧及他們的需求。那我們這次就是除了館藏上面有去做擴增，像買他們會喜歡的小說啊、漫畫啊這一類的之外，我們也有設一個討論室。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有個討論區，對，是青少年才能進去的。沒有限定，就是只是說，因為之前就是基隆市有那個兒少代表，也有那個青年委員嘛，其實他們都有提到說，希望有可以討論的空間，所以我們是用自助管理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登記借閱，然後最少3個人，然後就可以借一間像小辦公室這樣子，他們可以在裡面會有一些聲音都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有做隔間。了解，所以就一般民眾如果有這個需求，也是可以去借閱。對，沒錯。好，那我們現在目前的自修室也是一樣，全區我們都採有一個座位管理
的一個系統在管理。那管理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不管你是透過線上事先預約，還是到現場去做登記，你要先確定你有登記到位置，然後你才可以使用。然後我們登記的時間是最少1個小時，最多可以登記3個小時。哦，對。那如果一次最長可以使用3個小時。对。那如果假設你有登记的情況呢，你只要過來，然後感应你的借閱證，開了，对，然後那你就可以走進來了。耶，就這樣走進來，對，然後我們就可以來這邊使用，然後你就可以對應到你登記的號碼，然後入座使用。然後如果你要暫時離開的話，我們也一樣要登記感應這個門出去，所以它就會開始計時。也就是你站離之後，它就會開始算說你離開了多久。那如果你在1個小時內回來的話，這個位置還是保留是你的位置。但如果你離開超過1個小時，那你的位置就會自動被取消，就會變成下一個人來使用。這樣子。了解，就變成你離開超過1個小時之後，如果想要再進來，又要再去登記一下。對，沒錯。就是確保說不會被人家長期的占位。那我們每一個位置呢，第一個它都有自己獨立的插頭。獨立插座，可以看到它有獨立的插座，就是以前其實只有部分席次有插座，所以要用筆電的民眾可能不是很方便。那現在的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插座。那除此之外呢，我們每個位置上面都有設自己的台燈。对，所以其實那光源是很足夠的。那除此之外，因為我們後來發現，這個位置其實可能很多學生他只能把包包放在座椅上，這樣其實不是很舒服。所以我們每個位置也都幫他自備了一個置物籃。這個就可以放包包進來。对，如果你就是有帶東西来，就可以先放在這裡面。我來示範一下，包包就是我这個包包就是需要有個置物籃擺着，然後再放到地上來。對，這樣就不會說東西好像放在地上這樣子。基隆圖書館總館在市府團隊的努力下，將閱讀空間結合燈光設計，還有多元類型的座位區，讓每個年齡層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舒適的閱讀角落。文管局表示，試營運初期每週4到週日開放，試營運期間將同步辦理問卷調查，廣納民眾的實際體驗跟建議，透過滾動修正來逐步增加圖書館的開放天數。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接下來要帶你來看全國中小學科展規模創紀錄，7月13號起在中央大學登場。今年首度邀請陸軍航特部加入，阿帕契與黑鷹直升機將降落校園。3、2、1，啟動！中華民國第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即將在7月13號到19號在中央大學登場，這也是睽違10年再度到桃園舉辦的全國盛會。日前市府特別舉辦宣傳記者會，主題為科展66智慧桃園購，有超過2000名師生參與，以及450件的參展作品。不僅規模是歷年最大，這次還邀請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加入。15號還會有阿帕契跟黑鷹直升機降落中大，讓學生跟民眾近距離接觸實體的國防科技。第66屆的全國科展在7月13號開始，要在我們桃園中央大學舉辦1個禮拜。這次是我們桃園市的教育局，還有我們很多所學校，以龍潭國中為首的27所學校，出力來主辦，還有再加上教育部，還有我們科學教育館。那麼這次的場地在中央大學。那麼另外呢，協辦的也有我們的陸軍航空特戰部，他們這次特別提供了黑鷹直升機、阿帕契直升機，在展覽第3天，7月15號早上8點會降落在我們中央大學的校園。另外還有我們的教育廣播電臺，也是我們協辦單位。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今年邁入第66屆，主題涵蓋基礎科學、應用科學、環境永續跟 AI 技術等領域，展現學生觀察力、創造力跟對國際研究趨勢的敏銳度。桃園市府還特別規劃7條參訪路線，串聯桃園在地特色跟科技教育資源，讓師生不只是來參加競賽，也能透過實際走訪，認識桃園多元城市的特色跟科技發展基礎。我們這次的展覽規模也是歷屆來66屆來最大的一次，參加的師生超過2000個人，一共有將近450件展品。我想這充分顯示了說，科技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透過這次展覽，也希望讓大家看到，在生活裡面科技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另外還有就是我們規劃了7個旅遊，不是旅遊，是參訪的路線，在桃園裡面，包括石門水庫、
包括中央大學很多跟這個科技相關的單位，還有就是今年是戈達德液態火箭升空100週年，所以也有一個特別的演講在中央大學，請到孫維新教授，他是以前科學教育博物館的館長。我想今年的科學展絕對是精彩可期。7月13號到19號的第66屆全國科展科學博覽會活動全面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與，誠摯邀請大小朋友一起走進科學世界，開啟探索之旅。除了自行開車前往，市府也在台鐵中壢站跟機場捷運 A21環北站設置免費接駁車，邀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這賴偉一團報道。捷運三鶯線正式通車啟航嘍！新北第一條自辦捷運線正式通車，亮點沿線12座車站，暑假2個月持電子票證都可以免費試乘。3、2、1，請啟動。將代幣投下，捷運三鶯線在今天6月30號正式通車。新北市長侯友宜、行政院長邱榮泰以及地方民代也到場見證，宣告新北市首條自辦中運量捷運系統正式啟航。新北市長侯友宜感謝歷任市府團隊、中央及工程夥伴共同努力，讓三鶯線如期通車，並宣布開放暑假2個月持電子票證免費試乘，回饋市民，歡迎民眾前來搭乘體驗。三鶯線正式在今天通車，那從今天到8月31號的2個月的免費搭乘時間，希望愛好三鶯線、喜歡來新北市，不管是鶯歌、三峽老街以及充滿着歷史人文的地方，請大家來搭乘。尤其在雙北的捷運上，就可以省了20分鐘的一個時間。迎來了中央各部會的首長，以及我們當年並肩作戰的李世川副市長，還有前幾任的副市長。我相信一條捷運，所有的施工是最辛苦的，所以施工團隊經過了2次發國道、2次發台鐵、4次發大安溪，在工程嚴峻，尤其原物料俄烏戰爭的底下，我們如期如實的在6月30號正式通車，不辜負市民朋友的期待。捷運三鶯線從規劃到通車歷經多重挑戰，施工過程跨越國道、台鐵與大漢溪等等，也面對疫情缺工缺料跟原物料上漲的考驗。行政院長卓榮泰也到場祝賀，肯定中央跟地方合作，完成這條兼具文化、觀光及交通功能的重要捷運路線。那麼未來從林口站延伸到土城，到鶯歌、三峽、台北大學到鶯歌，可以看到的是美術館，看到台北大學、鶯歌、三峽的老街，所以我說這是一條文化之旅、文化之線。那麼從這個地方，如果要進到台北市，從土城、板橋、台北車站，可以一直直到板南線的台北的最繁華的信義計劃。那未來台北市的市民要到這裡來老街買陶瓷，看地方的特色，可以節省20分鐘的車程。哦，這個非常非常的寶貴。所以我說這一條是觀光之線、觀光之旅。那麼將來又可以從這裡延伸到桃園，再跟桃園的綠線，在八德跟桃園的綠線再連接，再往南就可以更到桃園的機場跟航空城。那這個又是一條交通幹道以及產業支線，所以你看，這個3個主軸將可以是北北桃1000萬人民在這裡生活圈以及文化、觀光、產業以及整個生活便利的道路。侯友宜表示，三鶯線是他任內繼環狀線、淡海輕軌、安坑輕軌後第4條通車的路線，讓新北境內捷運總里程達到108公里，90座車站，位居全國第1。未來新北還有萬大中和線、土城樹林線、北環段、汐東線、基隆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等路線持續推進，期盼一步步完善北台灣的軌道路網。那今天的通車也是我在8年任期裡面，繼環狀線、淡水線、安康線、三鶯線第4條的通車。新北市在境內已經破百的營運長度達到108公里，90座車站，是全國第1。未來還有7線規劃，
期限施工，有賴下一棒能夠越了解新北，越懂工程的繼續接棒。那我們完成在期限的規劃、期限的施工完成以後，可以達到189公里、171座車站，一定可以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園，讓新北市成為北台灣最崛起的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們一起加油！3億線通車不僅改善通勤，也把新北市美術館、鶯歌陶瓷老街、三峽老街及台北大學生活圈串聯起來，讓交通建設成為觀光跟城市發展的新引擎。未來也將進一步串聯台北、基隆與桃園，打造更完整的北台灣生活圈，讓市民享有更便捷的軌道運輸服務。就由新北報道。另外，7月1號起，台北捷運開放國內外信用卡與手機行動支付感應閘門，免購票儲值。市長蔣萬安親自體驗後直呼，真的很便利。市場請兵。哇，好快哦！台北市長蔣萬安拿起手機逼一下，隨即進出台北捷運站。7月1號起，台北捷運站全面開放國內外信用卡及已綁定信用卡的手機行動支付感應閘門，旅客無需購票免儲值，持手機或信用卡就可以直接感應進出站，提供更多元乘車支付選擇。其實今年剛好是台北捷運第一條捷運線通車30週年。那一直以來，我想謝謝所有我們不只是工程團隊，我們捷運公司的夥伴，提供給所有市民朋友、國內外觀光旅客非常優質的乘車體驗。我還記得當時第一條捷運線通車，我念書時搭乘，我們一開始用一張很薄薄的一片乘車卡，薄薄的一片，而且還是藍色，對，藍色的，好，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我們換成現在圓形藍色的代幣，好，那最近我們有 QR code 乘車碼，我想一路走來，代表的是我們台北捷運搭乘不只是票證形式的轉變，更重要是我們不斷追求最佳化乘車體驗的一個決心。所以從去年10月開始，市府團隊我們跟各局處不斷的討，不只是去年10月開始，更早之前。那去年10月，我們完成了各車站閘門的全面更新，還有軟硬體的提升。那在今年1月，我們也宣布，透過 QR code 乘車碼，以及跟台新我們合作信用卡感應的測試，那一切非常的順利。接着，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明天7月1號開始，在台北市搭乘捷運，不只是 QR 乘車碼，以及我們只要是包括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綁定的絕大多數國內外信用卡，都可以感應快速的通過我們的閘門。另外，市民朋友期待已久，也就是 Apple 手機 iPhone 可以黑屏過閘，不用喚醒螢幕，不用解鎖，直接靠近閘口，很快速就可以通過我們的閘口。我想這項服務跟上了國際的趨勢。那最重要，很多朋友我們到日本去旅遊觀光，可以一只手機快速的通過地鐵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們也可以提供這樣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務，讓所有國內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後國外觀光客從下飛機搭乘捷運，就可以一機在手，快速通關，可以非常一機搞定。那另一方面，我也要特別謝謝包括我們今天所有與會列席的代表，特別台新銀行一開始協助我們系統的建制，還有信用卡感應的測試，謝謝我們所有夥伴，大家跟着我們一路走到今天。那我們透過這樣分階段的測試，最主要確保交易安全，還有包括相關的設備是不是相容，最重要我們要讓使用者的體驗最佳化。所以今天很高興，一切順利。7月1號開始正式上路。
台北捷運今年1月率先啟動 QR 乘車碼服務，之後也導入信用卡感應進站。不過提醒民眾，因為信用卡交易安全機制不能保存交易卡號資料，無法累計達成金額及次數，不適用北捷常客優惠。記者溫俊台北報道。再帶你來看高雄捷運的紫線勾勒出新路網規劃全長36公里，橫跨多個行政區，串聯校區、醫學中心與橋頭科學園區，帶動北高雄的發展。高雄市政府持續推動捷運建設，同時也規劃中長期捷運路網。其中，未來13條路線中，全長約36公里的紫線備受關注。規劃路線將串聯北高雄、橋頭科學園區、多所大學和醫療院所等重要據點。完工後，可望大幅縮短通勤時間，也有助於吸引更多人口與產業進駐。我覺得一定的，因為現在交通環境這麼不好，如果多一條線的話，一定會更棒。這樣子上學上班啊，也不會這麼擠啊。上班族都很方便啊，這樣對給大家帶來很方便，很便利，覺得很好。當然是較好的啦，啊對因遐嘛較好。安怎講？也較有發展啊。對不對？交通較方便，人就較愛去啊。啊像無你即擺就攏愛，攏愛家己開車啊。捷運紫線沿線中，以高雄大學特區最受期待。高大特區雖然居住環境良好，但長期以來缺乏捷運、高鐵及國道系統的直接串聯，交通相對不便。未來若紫線在高大特區周邊設站，將有望大幅提升整體交通便利性。捷運紫線的規劃最受惠的地方，無非就是我們高大特區。楠梓的高大特區一直以來都是大多數人首選的區域。我們這邊除了捷運紫線的規劃之外呢，其實近年來陸陸續續完工了不少重大建設，包含了國際足球場，以及去年1月完工的藍田公園，還有接下來在下半年預計完工的多功能行政中心暨派出所，以及大家眾所期待的藍田國小，還有新台17線等等。目前民眾通勤多依賴汽機車，捷運紫線完工後，將可大幅縮短通勤時間，提升人才與產業的流動效率。而大社、燕巢、阿蓮等地區也有機會吸引更多人口與產業進駐。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台南第一座由小學生設計的公車站正式啟用嘍！海淀國小學生推動的護蟹公車站，結合招潮蟹主題與環境教育，打造特色的公共空間。海淀國小小台江河流讀書會倡議在學校門前的公車站改造成護蟹公車亭，經過去年的公私協力、社區參與設計，市府交通局公共運輸處終於為小學生圓夢。2022年，我們有發現越來越多的招潮蟹回到我們淨堤的這片灘地，這個發現真是振奮人心。有台灣泥蟹、胸褐圓軸蟹、雙齒泥象手蟹、近親泥象手蟹以及湖邊館招潮。學生結合山海圳與招潮蟹生態的在地元素，用招潮蟹的大螯作為候車亭的屋頂，眼睛是 LED 燈，身體做成電子資訊看板，讓民眾經過時能了解招潮蟹的保育知識。不僅美觀，還推廣公車的綠色交通運輸。公車站牌邊的是咱台江咱台灣山海圳的內海之路。那麼這條內海之路有一台班公車是901公車，對高雄駛到咱的圖書館。那麼5萬公尺後，咱山海圳國家綠道，愈來愈多人來行這條綠道，會當坐公車來咱這個特色。公車站牌護蟹公車亭不僅是一項硬體建設，更是延伸至生活場域的環境教育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果走出校園，實踐守護家鄉的責任，讓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台江土地的生命力。記者周懷談的報道。2026基隆清水季7月4號週六登場，暖暖清水公園整建後全新開放，活動持續到8月底。開幕當天還加碼送小水槍，邀請民眾清涼一下。暖暖清水季，2026基隆清水季即將在7月4號登場。宣傳記者會上邀請小朋友一起同樂。
副市長邱佩玲、議員陳冠宇、議員連恩典辦公室主任吳美惠和暖暖區長陳德霖邀請大家來基隆玩水清涼一下。我說一個建設啊，完全不是一個人的努力，一個建設要有議員的督促，有區長的用心，還有市長的決心，才有辦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號到8月30號，全北台灣的人都來暖暖區，不僅看到我們最棒的清水公園，還有品嘗我們的農場，還有看我們周遭的。暖暖清水季即將登場，市政府宣布公園戲水設施全面升級，不論在整體性和安全度，都讓民眾很有感。我們今年最大改变有幾點，第一點是我們有一個全新的戲水池，這個戲水池量體是原來小戲水池的3到5倍。那第二點是這個戲水池增加了4個遊具，包含會噴水的綠蠵龜、會倒水的清溪蟹，還有一個傘鋪。第4個是個水畫牆，大家可以在牆上作畫，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那第3個創新是我們今年會有一個免費水槍的借用。以前我們家長帶小朋友來還要自己帶水槍，那今年不用了，我們現場就可以免費的水槍給大家借用。那最後要提醒大家就是說，我們7月4號到8月30號期間是這個活動開幕可以使用的期間，但是每週1跟每週5是公休日，我們要整理清潔這些相關的水質。暖暖清水公園被列入北台灣10大免費戲水景點之一，市政府及議會持續共同改善硬體設備，希望讓清水公園成為最有魅力親子遊憩景點。到暑假的時候，你都會在網上查到一個北部10大戲水公園、清水公園或戲水公園，其中一處就是暖暖清水公園。可是確實在隔壁都是雙北市的情況底下，他們的預算規模，我們的公園的狀況，其實真的很難跟他們做競爭。可是今年我們不一樣，我們在去年市政府投入了2400多萬的預算，我們有了更衣室，我們不只是有了新的戲水區域，同時我們把周遭的步道、然後地坪、顏色全部一併做整理。我相信每一個重新來到暖暖清水公園的人都會發現，哇，這個清水公園完全不一樣。在我們市政府跟區長努力下，我們那個面貌全部煥然一新哈，把一些舊的一些遊具也都把它換成新的，這個是真的很誘惑人，而且尤其對小朋友來講都會很喜歡。有一些家長也是很開心陪着小朋友一起玩啊，也希望大家能夠來到我們暖暖來看一看我們面貌完全不一樣的清水公園。由於活動期間人潮相當多，暖暖區公所建議民眾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可搭乘台鐵至暖暖車站後轉乘接駁車，或搭乘公車客運抵達。而開車的民眾可以將車輛停放在水源路水源橋下收費停車場，再步行到園區。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接下來帶大家來嘗美食，先來看旗津巷弄傳承8年的隱藏版麵館。這位老闆呢是堅持天天現料新鮮的溫體豬，熟客必點肉羹湯配肉燥飯，鎖定最純正的在地鮮甜海港味。大火快煮，鍋內加入新鮮高麗菜，再加入柴魚片、扁魚片，還有紅蔥頭，整鍋肉羹鮮味直線拉滿。另一道在白飯上淋有大塊肉塊的肉燥，配上一片酸甜奈良漬與一顆滷蛋，這樣一飯一湯就是旗津最在地的美食。麵雞湯淋了解食，後鯡魚後柴魚，哦，湯蓋好食。基本上來店裡吃的客人應該人手都一碗。因為我不喜歡那種全部都是瘦肉的，然後它就是用那種很有膠質感的那一種，然後可是你吃起來又不會覺得很肥很膩，所以我非常愛。這間麵店在旗津開業已滿80年，是在地人大力推薦的老店。店裡面的招牌海鮮炒麵，用豬油拌炒海鮮麵，要炒出濃郁油香，還要有醬油鍋氣，靠的就是老闆調控火候的功夫。店裡面最經典的餛飩，每一顆都是驚人的大顆，而且餡料飽滿，已經紅到成為宅配商品。因為饕客一吃就知道，這是溫體豬才能煮出的好味道。他們的菜都洗得很乾淨，他們的豬皮是沒有看到毛的，對，所以然後又是用很傳統味道那種豬油，自己下去炸豬油，所以非常好吃。我們都堅持用溫體豬啦，當天用完就提早結束這樣子，我們不會說
放隔夜的東西再繼續賣，所以我們有時候。雖然我們營業到晚上7點，有時候6點就收攤了，沒有東西我們就打烊了。麵館相當有名，不僅開業悠久，在50年代更是迄今唯一領有執照的攤販，能一代傳一代，靠的就是信譽與口碑。雖然食個大啊，食個老啊，伊這個了實在啦。我是傳承第3代，他目前是兒子跟女兒，第4代在慢慢的培養，就食材要新鮮吶，但我們東西都真的很簡單吶，不會說刻意去做什麼調料或什麼。傳承80年的不變老味道，這家麵館不僅餵飽了幾代迄今人的胃，更用真材實料寫下在地的美食傳奇。下回來到旗津，除了欣賞嶄新的渡輪站，不妨走進巷弄，品嘗這一份走過歲月的純粹一餐。記者陳奕瑄、吳佩珊高雄報道。同樣也是美食，帶你來看北高雄華榮路上的爆汁手工蒸餃，價格實惠，味道鮮甜，從清晨一路飄香到傍晚，成為在地大肚皮上班族一日3餐的熱門首選。掀開蒸籠，熱騰騰的手工蒸餃新鮮出爐，薄透的外皮包裹着飽滿餡料，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真材實料的好滋味。每天營業超過12個鐘頭的小店，從清晨6點便開始飄出陣陣香氣，陪伴許多在地居民展開一天的生活，成為眾人一日3餐的最佳選擇。我差不多開差不多20幾年，差不多30年啊。我較早就是喺聯合醫院。聯合醫院的時候，就佇咧急診室做餐車啊。我就是講賣到2點鐘就好啊。甲刷迄種富民路跟麗文路慶聯遐。我就喺三角湯遐咧賣，所以我就遐賣遐辦公大樓的。我嘛是講這個啊，無人要來甲我買啊。即擺人食就講較是和人無共，來愈食，因來愈燒薄安尼。從過去四處奔波的小餐車，到如今在左營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每天新鮮製作的手工蒸餃，內餡鮮甜，口感扎實不油膩。再搭配一碗酸香開胃的酸辣湯，經典的台灣美食組合，只要100元就能一次滿足。親民實惠的價格，加上數十年不變的好味道，讓不少饕客一吃成主顧。我兜蒸餃就是用迄種夾心咧做的，火腿嘛會使。所以伊2項的口感攏無共，所以主要你肉若青，食起來吼，伊就是介好食介順啦。阮家己做的無毋對啊，所以咧做的時陣，我想足久較要想講做起來好皮薄薄，咧包的形體嘛愛含人無共，所以這就是阮的特色啊。配阮兜的紅茶甲奶茶，伊袂澀，奶茶介香啊。即擺我來到煞來食的時陣無，我來講擱一個往一個燒湯。所以他做一個酸辣湯啊。從攤車起家的樸實滋味，一路陪伴在地居民走過30多年。招牌的手工蒸餃依舊飄着熟悉的香氣，在歲月流逝間守着最初的滋味，用最平實的價格與最真誠的手藝，持續溫暖着一代又一代的饕客。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台北市綠竹筍評鑑成績出爐嘍！全市112位筍農好手同場競技，最終是由木柵區周華郎奪得冠軍。甜筍王與梅筍王也全部由木柵包辦。台北市農會提供的獎牌以及獎金15000元。從台北市農會理事長潘金生手中接下冠軍獎牌，有數十年種植經驗的木柵區筍農周華郎大方分享種出冠軍筍的訣竅。平時的辛苦與努力，努力的耕耘才有收穫。然後像主持人講的，像理事長他們講的，我每天平常都11點，晚上11點花枝筍。早上的那禮拜6、禮拜天都9點、10點，但是整理是最重要的。冬天整理的時候，你的技術你絕對要夠，然後還有施肥，像我們是用黃豆，整個就是做有機豆。這是台北市綠竹筍品質評鑑比賽，今年共吸引了9個區農會，共112位種筍好手同場競技。比賽結果，除了冠軍筍外，強調甜度的甜筍王與外觀形態的梅筍王，也分別由同樣是來自木柵區的筍農張少燕及王文玉拿下。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副局長王三中表示，台北市綠竹筍不但品質及口感佳，還落實源頭把關，希望讓消費者吃得美味又健康。台北
的綠竹筍的部分，基本上整個的細膩跟甜美的一個口感的部分，相信也不輸我們以往有機會吃到的日本的那些竹筍的部分，品質是相當的。所以在以往的話，大概相对在品級跟的客單價上面，基本上在市場上面都是非常的搶手，跟客單價上面也都是基本上是比較受歡迎的。那這部分的話，當然我们也感謝我們所有的市農會、區農會的一個輔導的部分，那也感謝我們筍農們這麼多年來精心跟持續的一個用心所付出的心力，所能夠造福我們的消費者，能夠在食材安全上把關之外，相對也種植出這麼好的一個綠竹筍的品質。點綴我們的綠寶石，把我們的乾炸鮮筍完成這道菜品。為了落實從產地到餐桌的理念，台北市農會方面也與天成大飯店合作，從即日起到7月22號期間，推出期間限定的綠竹筍主題料理，需要邀請民眾品嘗台北種夏當季的美味。咱講有包括含這個農藥檢測的物件吼，有含這個天成飯店這個對山地到桌頂攏調了會當非常的健康所以講希望大家若有閒若需要要食竹筍找咱特別是農會，但是要找咱這個各區農會攏會當食到上佳健康、上佳安全的這個竹筍。除了享用美味的綠竹筍，台北市采飯局也和北投、士林、景美、木柵及松山等5區農會合作，在7月及8月陸續舉辦採筍區體驗活動，邀請大小朋友走入筍園，化身一日筍農，感受種筍達人的智慧。6月27號及6月28號2天，台北市農會也將在花博農民市集設立食農教育攤位，透過互動展示與模擬採筍體驗，讓市民更深入了解台北綠竹筍的在地價值與故事。請啟動，種下綠寶石，爽脆綠竹筍正式啟動。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再來是台南北門的紅蔥頭變身新零嘴嘍！農會歷時半年，將特產融入休閒點心，推出全新的伴手禮北門紅蔥玉米脆，市長黃偉哲大力推薦。北門區農會推動在地農業轉型，今年將在地農產經過創新研發，製作成為年輕人最喜愛的玉米脆零嘴，更利用北門最出名的紅蔥頭來調味，讓傳統的家鄉風味華麗變身成為時尚新口味。其實北門有做一個好的物件，我們北門上有名的就是紅蔥頭，其實每一個人大家都愛吃紅蔥頭，只是你不知道，它就是很重要的配角。那我們這一場的活動3場下來，我就是在把紅蔥頭讓它變成主角。這場新品發表，除了北門紅蔥玉米脆，還有紅蔥麵、紅蔥虱目魚鬆、北門洋香瓜酥等創新產品，積極開創農產品的銷售通路與附加價值。北門農會，我們推出的新產品就是這個玉米脆，包括紅蔥頭，包括辣跟不辣，還有包括我們虱目魚鬆加上紅蔥頭，虱目魚鬆加上蒜頭，這些都是非常搭的。加上我們原先已經有的紅蔥醬，我相信紅蔥是台南的特產之一哦。當然很多地方有紅蔥，但是台南的特別好吃。不管在北門或者在台南的其他的地方，像七股，但是不管在北門在七股，事實上如果我們經過這樣實測的結果，許多國外的友人，還有包括我們來市府的貴賓，包括我們市府的同仁，大家吃起來都非常開心，都非常非常的喜歡，所以我相信這個市場潛力無窮。亞果遊艇碼頭4葉餐廳也將紅蔥玉米脆、虱目魚鬆等產品加入菜餚當中，讓稀鬆平常的零食也能變成高檔餐廳的精緻前菜，驚豔許多現場民眾。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北的友善店家突破1000家嘍！今年以友善城市體驗日為主題，推出5條深度小旅行與答題導客活動，推動多元的友善服務。請啟動友善城市體驗日，由我帶你
走。在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陳俊安、台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理事長周水美及友善城市應援團業者代表共同啟動下，為期1個月的台北有故事友善城市體驗日活動正式啟動。除了登錄台北友善店家活動網站完成答題，即有機會抽中200元有好金或店家專屬好禮的由我帶禮走友善達人導客活動，以及5條深度小旅行外，更有由5家友善企業所組成的友善城市應援團提供贊助品給友善店家。產業發展局局長陳俊安特別感謝友善城市應援團的加入，讓台北友善店家友善服務更為完善。因為我們希望照顧的是讓不管是台北市的市民、外縣市的朋友，還是來自於國際的友人，都能夠在台北這座城市找到體貼他們的一些項目跟方式。那這一次也特別感謝我們5間我們的應援團在經營產業的同時，也能夠跟市府一起來響應，回饋社會，然後去進行相關的這樣子的類似公益的活動。所以也特別感謝大家一起協助我們，把友善的服務做得更完善。友善城市應援團提供的贊助品包含女性衛生用品、濕紙巾、糙米卷、洗手慕斯及堅果營養棒。其中提供女性衛生用品的凱納期盼協助友善店家落實月經友善的服務精神。我們會想要做這個是因為想要讓大家可能在急需的時候可以馬上立馬就拿得到衛生用品。我們這種包裝是提供給友善店家，友善店家你可以看我們上面有問題，那我們有5個問題，然後上面的問題就是可能你有可能不知道的話，你看着上面，然後後面就有答案了，你可以順便了解一下可能關於自己的月經這些事情。台北市友善店家活動從105年開始，至今已經超過1000家店家加入，提供包括外語友善、行充電友善、無障礙友善、親子友善、穆斯林友善及友善廁所等15項友善服務。其中外語友善服務很獲國外遊客好評。像外國人來的時候，我們基本上除了英文 menu 之外，我們還會講一些英文，然後跟他們對答的時候，都讓他們感覺到會非常親切。然後日本人過來的時候，我們有準備特別的那個日本的 menu， 然後他們在閱讀上、在試吃上都比較不會有一些困擾。今年全新推出的城市友善體驗日深度小旅行，5條路線則橫跨中正、士林與內湖3大行政區，以台北友善店家特色及文化點結合，並挑選1家進行 DIY 體驗，涵蓋手作工藝、文青漫步及親子共遊等多元主題。由專業導覽帶領民眾深入走訪，親身感受友善服務融入日常生活的溫度與美好。目前還有3個場次小旅行開放報名中，邀請民眾把握機會，一起探索台北這一座城市的友善魅力。友善城市體驗日，讚！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合同盃全國街舞大賽開放報名，賽事8月16號將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場。黃偉哲市長邀請國中及高中生參賽，冠軍有機會登上跨年舞台。學生們充滿力道與節奏感的舞步，展現青春活力與舞蹈實力。2026合同盃全國街舞大賽8月16號將在台南文化中心舉辦。台南市長黃偉哲出席賽前記者會，邀請全國國高中生踴躍組隊參賽。我們還要加碼演出，台南市政府特別邀請我們合同盃街舞大賽的冠軍，各組的冠軍能夠在我們跨年的系列活動中能夠演出，那讓全場很多萬、好幾萬人、10萬人的這個觀眾面前能夠展現精湛的街舞。今年賽事邁入第5屆，多年來已經成為暑假最具代表性的全國青少年街舞賽事之一。預計開放國中組及高中組各15隊參賽，同時持續辦理 solo 個人賽制，讓選手能夠獨自在舞台上展現個人特色與舞蹈實力。團體賽則考驗隊員間的默契與合作精神，呈現平日練習的成果。慢慢的變成全國性的北中南的
的孩子都來了。聽說今年還有越南的學生，聽說也要在越南露出，也有菲律賓的學生也要露出。這回還有新住民學生加入，展現街舞多元文化融合與青春能量。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月10號，透過完善的賽制與獎勵，鼓勵青年學子勇敢挑戰自我。記者周海棠的報道。以上就這週的中嘉新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們再會。